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大家好！呢個主日我哋慶祝拉特朗大殿祝聖紀念日。點解會喺主日慶祝呢一個拉特朗大殿嘅祝聖呢？大家都知道呢間聖殿就係喺羅馬，當時候君士坦丁皇帝將佢自己拉特朗皇宮奉獻俾教宗，咁然之後咧，呢個皇宮就變成第一間公開嘅聖堂，亦都係教宗當時羅馬主教嘅座堂。所以呢一間聖堂嘅奉獻祝聖為普世教會係好特別，因為呢間聖堂就係被稱為天下聖堂之母啊！喺呢一個日子裏邊咧，我哋一齊去紀念地方教會同埋普世教會嗰份嘅團結。但係最重要嘅，我哋要多謝天主，因為佢就係咁偉大，願意嚟到我哋中間成為一個人，更加使我哋記得咧，其實物質嘅聖殿唔係最重要嘅。因為耶穌喺福音我哋聽到嘅，天主係神，朝拜佢嘅必須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佢。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啊，都係天主嘅宮殿，每一個都要成為一個屬神嘅活石。咁所以喺讀經一裏邊咧，我哋聽到嘅撒羅滿王佢驚訝天主點可能住喺一個人手所做嘅聖殿裏邊咧？咁但係喺新約咧，我哋更加有福嘅，因為耶穌以聖體聖事真真實實佢嘅人性、佢嘅天主性臨在喺我哋當中，同我哋一齊。所以嗰間聖殿係大嘅，或者我哋去一間小小嘅聖堂嘅。當我哋喺嗰度奉獻彌撒聖祭嘅時候，整個天上人間都喺天主嘅聖言、佢嘅聖體聖血裏邊咧共融。我哋喺咁多個世代教友都用佢哋嘅愛心，用佢哋嘅信德去起聖堂嘅亦都用咗好多藝術同埋心血咧，將呢個信仰咧變成一個好活生生嘅見證。如果我哋去到拉特朗大殿，我哋見到左右兩邊都放咗12宗徒用雲石做好靚嘅聖像嘅。但係更加緊要嘅係乜嘢咧？我哋嘅心都係要成為天主嘅居所，好似呢啲宗徒一樣11個都係去到最後為咗耶穌奉獻自己嘅生命殉道嘅。咁所以我哋今日慶祝拉特朗聖殿嘅奉獻咧，唔係單止係講緊個聖殿啊，而係講緊教會啊。教會係一個有秩序嘅團體教宗係伯多祿嘅繼承人，整個教會嘅牧者同埋教會嘅真理就係呢一個大殿嘅支柱。主教帶領住地方嘅教會，有香港教區、澳門教區唔同嘅教區，而所有嘅神父咧都係主教嘅助手。每一個基督徒亦都係呢一個聖殿不可以缺少嘅活石。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日呢個慶節係提醒我哋呢一個地方教會永遠唔可能同普世教會割裂嘅，更加咧使到我哋明白，我哋應該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天主，讓我哋嘅生命都被主嘅愛、主嘅憐憫去雕琢、去建造，使到我哋嘅教會能夠喺呢份共融、喺呢份愛德當中咧，成為天主在世嘅居所。天主愛臨現一個好清晰嘅記號，為我哋呢個世界充滿住困難、痛苦、憂慮，甚至乎戰爭嘅，能夠見證耶穌基督所帶嚟嘅光同埋和平。天主保佑。